第43届五三连奖今日举办颁奖典礼，今年计共有4个得奖人，包括着台湾歌剧教父詹道雄、散文作家陈烈、小说家赖香吟，也有一个摄影家谢三泰，因拢是对台湾本土文学艺术真有贡献的人。 互人学老是台湾歌剧教父的詹道雄，捌摕过国家文艺奖，已经80多岁啊，也是无停落来脚步。对台湾的歌剧发展影响真深，也互伊得到第43届的五三连奖。他从来没有摸过这个奖，他依然说我肯定是有它的重量感。我感觉咱来这个创作，有创作才有意识，这是很重要的。 第43届五三连奖拜三举办颁奖典礼，今年计共有4个得奖人，除了詹道雄，还有摕到文学奖的小说家赖香吟，还有散文作家陈烈。作家陈烈伫咧白色恐怖时期，互人按罪名入监狱，关伫咧警卫军事看守所关4年外。伫监狱当中看到、听到的，后来拢成做伊写作的养分。这个五三连奖本来宗旨是要为台湾的文艺为台湾的文化奠定基础，嘛希望讲透过文化甲艺术，会当来点现着人类内底追求自由的心灵。另外一个得奖人是摄影家谢三泰，伊自本是媒体的摄影记者，记录过侪街头运动，透过影像记录台湾走向民主。伊讲摄影有影改变伊的一生。摄影对我来讲，是改变我的一生，那么改变我对这个社会的态度，甲改变对这个社会关怀的心情。五三连奖已经是第43届，得奖人有159个人，拢是对台湾本土文学艺术真有贡献的人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这个奖也希望鼓励台湾未来的创作者走向有台湾主体性的文化路，继续为台湾创作甲打拼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